这个催命鬼，一天到晚就知道伸手向朝廷要钱。皇上，出什么事儿了？还不是吴三桂那个老匹夫，说什么自从诛杀了永历帝以后，在云贵之地就不时有反清复明的人起兵闹事，还要时刻防着缅甸的进攻。他只会不停的找借口向朝廷索要巨额的军饷。巨额军饷？你自己看看就知道了。这张奏折索要军饷50万两，这张要200万两。皇上，这吴三桂一年要军费到底要多少啊？大清现在一年的财政收入也就900万两，但每年的花费要达到1000多万两，其中有900多万是支给吴三桂的。也就是说，朝廷现在入不敷出，全都是吴三桂一手造成的。可是吴三桂这么明目张胆的漫天要钱，皇上你不给他不就行了？不行的，他要钱，朕不但不能不给，而且还要一文不少。为什么呀？连鳌拜你都不怕，你还怕一个小小的吴三桂啊？你懂什么呀？现在的三藩，吴三桂有云贵，上河西有两广，更京中有福建，他们3个要是连起来闹事，那朕的半壁江山就塌了。可是皇上之前不是一直想撤藩吗？朕是想撤藩，但是要等待时机啊。在没有万全之策之前，朕不但不能撤藩，还要对他们加以封赏、笼络。可是现在山西结案，就能看出来吴三桂对你有谋逆之心。要是再不敲打一下，他会更加肆无忌惮的。这山西一案，吴三桂确有谋逆之心，但是他只是在暗中进行，朕没有足够的证据。在朕做好准备之前，万万不能点燃这根导火索。但是朕也不会一下子就给他这么多钱，朕会借口说朝廷赈灾，国库紧张，就先拨给他50万两吧。既然龙小弟这么大方，那要不要先把之前那笔账一起给我结了？哪笔账？山西赌坊那次啊。大明内乱，你们大清趁机占领了大明的整个江山，老百姓刚刚经历了战乱，想过上几天好日子，可你们呢？朝中的权贵们搞起了圈地，各地的官吏设立了各种的官卡，变相的收取各种赋税。你们这才叫做趁火打劫，一本万利的勾当呢。龙小弟，其实我的利息就是想让你答应我曾经你说过的那些话，消除贵族特权，革除积弊，整顿吏治，让全天下的老百姓过上好日子。